周二嘅金價又係一波爆上行情，現貨黃金直接暴升40.96美元，升幅0.92%，最終收報4484.09美元，盤中最高仲觸及4499.95美元，差少少就摸到4500美元大關，成功創下歷史新高。呢波走勢真係夠晒震撼，持續強勢，完全停唔落嚟。首先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，呢個因素一直撐住避險資產需求，黃金自然從中獲得強力支持。與此同時，市場始終預期美聯儲2026年會進一步減息，呢個預期為金價添上額外利好，直接幫金價穩守喺接近歷史高位嘅水平，完全冇回落壓力。雖然最新 GDP 數據顯示美國經濟增長好強勁，但都有隱憂。至商會週二公布，美國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下滑3.8點，跌至89.1，仲低過預估嘅91.0。不過大家留意啦，市場情緒始終被明年美聯儲減息預期主導，呢個壞數據根本提振唔到美元，反而進一步利好金價。美元方面都毫不給力，美元指數下跌近0.4%，收報97.91，連續2個交易日走低，仲觸及10月初以來嘅新低。大家都知，黃金同美元向來反向走，美元持續走弱，無疑為金價上升鋪平咗道路。其實大家都清楚，黃金向來都係可靠嘅避險資產。喺經濟或者地緣政治動盪嘅時候，仲會被用作對沖風險嘅工具。今次金價持續大升，正正反映咗市場對當前不確定性嘅擔憂，紛紛湧入黃金避險。另外要提一句，最近呢波上升行情都反映咗市場進入長假前夕嘅年末調整。雖然金價喺高位可能出現獲利回吐，引發短期盤整，但整體上升趨勢依然好明朗，大家唔使過度擔心。仲要聲明，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想第一時間收到金價實時拆解同市場消息，快啲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多謝收看。